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几天咱台湾本土疫情，互人较紧张，规台湾拢乌天暗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地，嘛有人读做地甲地。咱看到这里文音，就是咱人和天地万物生活生长的所在，这就是地。咱讲天地。另外一个区域或者是所在，咱讲在地地方。这里背音读做地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使性地，会当讲是起性地、发性地、爱受气。第二个词读做乌天暗地，照字面的字来讲，这就是天乌乌要落雨。另外，嘛会当混看来讲，就是日月无光，规个乌木木。某人用来形容代志正害、歹处理、歹剃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圣旨牙灶，圣囝不好，因囝若是一个使性地，对伊来讲就是乌天暗地，因为根本就无依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地，某人读做地甲地，这是文音；另外背音读做地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